講到這種病，賴傳四症是一種遺傳的罕見疾病，全台灣的患者大約是20人，其中有一個家族3代人就7個是患者，因為基因突變，身軀內面的多巴胺濃度較低，影響到筋脈袂穩定，人會徛袂在。接方認定講是別種的疾病，事實上只要提早發現，照時間食藥啊，病情攏會當改善，恢復正常。腳底痛無一定就是腳底筋膜炎。有一個20外歲佇科技業上班的陳小姐，最近2年每工一要到暗頭啊，倒腳就開始痛，行路也拜節。原本以為是運動走傷濟才會腳底痛，捌看過復健科、骨科甲中醫，毋過症狀攏無好，尾啊去看醫生做基因的檢測才檢查，才知是罕見疾病賴傳氏症。他的家人發現說，他這樣症狀其實跟他的一個家屬的這個狀況很類似，年輕的時候狀況很類似，所以才轉接到我這邊來看。醫師講賴傳氏症是由日本的醫師賴傳聰也佇1976年發現的，所以講用伊來號名。這是一種遺傳性疾病，因為 GCH1 基因突變，造成體內多巴胺濃度傷低，代表症狀親像肌肉收縮無正常，行路袂使，腳骨會曲。患者日時正常，暗頭啊定定因為多巴胺消耗濃度不足出現症狀，定定被誤診是巴金森氏症這疾病。沒有治療的話，有些他可能會去尋求其他的方式去處理。那有些像我有些之前也可能有一些病人，他因為這個走路會不正確的姿勢，然後被當成是那個一些長短腳去開刀也是有。醫師講賴傳氏症盛行率大約100萬分之1到2，定定佇囡仔也是青少年時期發病，女性比男性較多。全台灣確診患者大約有20外人，其中有一個家族3代7個人攏是患者。加這種疾病會使用藥來控制，只要趁早發現，按時食藥啊，就使改善症狀，恢復正常生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